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讀家村，我係村長。今日我要同大家深度介紹一本喺極簡主義、理財同心靈成長領域都非常有影響力嘅作品《不購物的一年》（The Year of Less）。呢本書嘅作者係 Cat Flanders。喺開始介紹之前，我想大家先諗一個問題：如果由聽日開始，你唔准再買任何衫，唔准買新嘅電子產品，唔准買家居飾品，甚至連每日杯外賣咖啡、珍珠奶茶都唔准買，你覺得你可以堅持到幾耐？係一個禮拜、一個月，定係好似本書嘅作者咁，整整挑戰咗365日？作者凱特以前係一個典型嘅精緻窮代表。佢有一份唔錯嘅工，但佢係一個超級購物狂，生活壓力大就去消費，唔開心就去網購，結果搞到28歲就欠落幾萬美金卡數。佢發現自己雖然不斷買嘢，但心靈越嚟越空虛，屋企塞滿咗一堆連標籤都未剪嘅廢物。於是佢決定發起一個好狠好激嘅實驗，整整一年，除咗食飯、交通同最基本嘅生活必需品，一件非必要嘅嘢都唔准買。今日我會用最詳細、最拆骨嘅方式帶大家睇下呢365日入面，佢究竟經歷咗啲乜嘢心路歷程，同埋呢本書點樣揭示咗我哋每個人內心嘅慾望黑洞。書入面第一章就提出咗一個震撼人心嘅觀點：我哋好多時買嘅唔係物件本身，而係一個理想中嘅自我。凱特喺書入面好誠實咁剖析自己嘅購物清單。佢發現自己買咗好多專業嘅烹飪書同廚具，係因為佢幻想自己會變成一個生活有品味、識得煮法式大餐嘅女人。佢買咗好多運動裝備，係因為佢覺得買咗之後就會自動變身成一個熱愛馬拉松、生活自律嘅陽光女孩。但事實係點？呢啲嘢買返嚟之後，佢依然係坐喺梳化，一邊食薯片，一邊睇 Netflix。而嗰堆廚具同波鞋只係擺喺度積塵，呢種行為喺心理學上叫補償性消費。現代社會嘅廣告非常犀利，佢哋唔係賣緊功能俾你，係賣緊身份同安全感。廣告會話你知，只要你擁有咗呢部電話，你就會變專業；只要你有呢對鞋，你就會變自由。凱特發現，當我哋對現狀不滿、對未來不安嘅時候，買嘢嗰下，快感係最快、最唔需要付出努力嘅逃避方式。買完嗰一刻，你會有一種我已經變好咗嘅錯覺。但呢種多巴胺只能維持幾分鐘。作者決定停止購物，其實係想逼自己面對現實中嗰個唔完美，甚至有啲焦慮嘅自己，唔再用購物袋嚟掩飾內心嘅空虛。要行呢一條路，作者定咗一套好清晰，甚至係有啲冷酷嘅遊戲規則。佢強調，如果你冇一個明確嘅禁令，你嘅大腦一定會去到無數個借口去破戒。喺實驗正式開始之前，凱特做咗一次全屋大盤點。呢個部分我強烈建議大家返屋企都試下。佢將屋企所有嘢攤晒喺地上面，佢發現自己有幾十支唔同色嘅原子筆，明明平時只係用嗰2支。佢有足以用到2年後嘅洗頭水、護膚品同沐浴露，好多都係因為特價而斷貨。佢發現衣櫃底有幾條連標籤都未剪，因為減價而買嘅牛仔褲，而佢甚至唔記得自己買過。呢個過程令佢明白一個好深刻嘅道理：你以為你缺乏，其實你只係唔記得自己已經擁有好多。於是佢制定咗以下禁買清單：禁買區，任何新衫、鞋袋、電子產品、家居裝飾、蠟燭、筆記本，最狠嘅係連新書都唔准買，因為佢書架上已經有幾十本未讀完。外食禁令，取消所有外賣、咖啡、飲品，減少去高級餐廳。佢要求自己每日帶飯，重新學習同食材相處。許可區，只有食材、基本消耗品用晒先准一換一，同埋必要嘅維修費。實驗嘅頭3個月，作者形容自己好似癮君子戒毒咁痛苦。呢個部分書中寫得非常精彩，因為佢捕捉到我哋每個人對物質嘅依賴。凱特發現以前佢覺得行街係一種休息，但當佢唔准買嘢之後，行街變咗一種折磨。佢行過商場，見到5折嘅牌會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佢甚至試過因為唔准買一杯5蚊美金嘅咖啡，感到委屈想喊。呢種情緒反應令佢意識到佢以前係將消費同快樂完全掛鈎咗。最難捱嘅係社交壓力。
當朋友約佢去行新開嘅摩，或者問佢呢隻新 game 出咗，一齊買啦，佢要好尷尬咁解釋自己嘅實驗。佢發現原來現代人嘅友誼好多時係建立喺集體消費上面。如果你唔買嘢，你突然間好似變咗一個異類。呢段時間佢被逼學識拒絕，被逼去一啲唔使錢嘅娛樂，去圖書館坐一個下晝，去公園行路，或者純粹喺屋企寫日記。佢開始由外求快感轉向內求平靜。到咗半年左右，大腦嘅神經回路開始被重寫，凱特進入咗一個非常平靜嘅階段。佢發現自己唔再需要透過新嘢嚟獲得新鮮感。呢個階段最有趣嘅轉變係，佢開始對手上擁有嘅嘢產生咗深厚嘅感情。以前啲嘢爛咗，佢第一時間諗係買過部新嘅。而家啲嘢爛咗，佢會上網睇教學點樣整返好。佢學識咗點樣幫對皮鞋打蠟，等佢好似新嘅一樣。佢學識咗點樣幫冷衫去毛粒。書入面有一段話好動人：當你花時間去修補一樣嘢嘅時候，你同佢之間會產生一種連結。呢種對物件嘅尊重令佢發現生活其實可以好精緻，而呢種精緻唔係嚟自錢，係嚟自內心。佢開始明白所謂嘅生活品質唔係你有幾多新嘢，而係你點樣對待你現有嘅嘢。佢亦都發現，當你唔使再花時間去行街，去 research 買邊部機好，去比較價錢，你嘅大腦會突然空出咗好多 CPU，呢啲能量可以用嚟學習真正有用嘅技能。呢部分係全書最核心、最震撼嘅信息。凱特發現佢以前之所以不停買嘢，其實係為咗逃避人生中一啲好痛嘅問題。當佢冇得再用買嘢嚟麻醉自己，人生嘅現實就好殘酷咁浮咗上嚟。佢對工作嘅厭倦，佢同父母之間長期嘅隔閡，佢對未來嘅焦慮。以前只要買個新袋，飲杯貴咖啡，佢就可以假裝呢啲問題唔存在。而家佢被逼要直視呢啲痛楚。呢本書話俾我哋聽，過度消費其實係一種心理防禦機制。我哋用物欲塞滿生活，係因為我哋驚面對空虛。凱特喺呢一年入面，因為冇得買嘢逃避，佢反而開始寫作，開始深度思考，甚至修補咗同屋企人嘅關係。佢領悟到，如果你想解決人生嘅問題，你唔係要去買更多嘅解決方案，而係要清走啲雜音，去聽下內心嗰個真實嘅聲音。作者喺書入面總結咗幾個好強大嘅心理工具。如果你想嘗試極簡，咁就要留意：第一，30日延遲清單。每當你喺 IG 見到件衫好靚，或者想買新電子產品，唔好即刻俾錢，將佢寫喺一張紙度，寫低今日嘅日期。30日之後，如果你仲覺得非買不可，先至考慮。凱特發現90%嘅嘢喺30日後都已經變得冇所謂。第二，單位價值計算法。買嘢之前唔好睇個標價，要睇每次使用成本。例如一件2000蚊嘅大褸，如果你着200次，每次只係10蚊；但一條200蚊嘅特價裙，如果你只係着一次，佢就係200蚊。呢種邏輯幫佢戒咗好多特價廢物。第三，取消誘惑環境。佢強烈建議大家 unfollow 所有會令你產生物欲嘅 KOL， 取消所有購物 app 嘅通知。佢話自律係有限嘅，但環境係無限嘅。與其靠意志力忍，不如直接眼不見為淨。第四，物品入出平衡。如果要買一樣新嘢，屋企一定要有一樣舊嘅嘢被調走或者捐出去。呢個規則會令你買嘢之前諗得好清楚，呢樣新嘢係咪真係值得我放棄舊嗰樣？到咗365日嘅最後一日，凱特做咗一個全年度結算，結果係令人震驚嘅。財務上，佢唔單止還清咗所有卡數，仲儲到一筆原本以為要10年先儲到嘅錢。佢發現以前自己唔係窮，只係將啲錢打散咗喺無數件垃圾度。空間上，屋企變得通透乾淨，佢唔再需要花每個週末去整理雜物，生活效率大大提升。心靈上，呢個係最重要嘅。佢發現自己不再受廣告操縱，佢嘅自信心唔再建立喺身上件衫係咩牌子，而係建立喺佢係一個點樣嘅人。佢奪回咗對生活嘅主導權。佢強調極簡主義唔係要你變得貧窮，而係要你變得有意識。當你清走咗嗰啲唔重要嘅嘢，你先可以騰出空間去迎接嗰啲真正重要嘅人事物。
不購物的一年呢本書其實係寫俾每一個喺物質社會感覺到攰嘅人睇。佢教我哋嘅唔係慳錢技巧，而係一種生活嘅態度。擁有更少，反而得到更多。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內心有一種想清空自己嘅衝動，咁我建議你由今日開始試下一個禮拜唔買非必要嘅嘢，你會發現原來你已經擁有一切令你快樂嘅資源。好啦，今日就拆解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幫助，或者你都曾經經歷過購物狂嘅階段，記得一定要幫我撳個 like。你嘅支持係我繼續製作深度好書分享嘅動力。如果你想繼續吸收呢類關於理財、極簡生活同心靈成長嘅分享，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兼打開小叮當，同埋請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嗰啲成日話窮但屋企又堆滿雜物嘅朋友，或者標記佢哋入嚟睇。你有冇買過啲咩嘢？係買嗰陣好興奮，買完之後覺得自己好蠢嘅？歡迎喺下方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黑歷史，我會逐一睇大家嘅留言。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